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K 動漫。今日要講嘅話題係香港人嘅開心回憶。首先就講下荔園，真係好遠久嘅年代，係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嘅遊樂場，於1949年4月16日開業，並在1997年3月31日正式結業。裡面有好多特色設施。動物園最有名就係緬甸大象，叫天奴，餵佢食香蕉，佢就會點頭示好。同埋有好多經典嘅娛樂，包括香港首個真雪溜冰場，仲有掟街磚、玩綠箭香口膠、碰碰車、飛龍過山車、旋轉木馬、摩天輪、送城等等。曾於中環海濱及亞洲國際博覽館以活動形式讓荔園短暫重現。著名歌星梅艷芳童年都喺荔園嘅歌劇場表演歌舞。跟住就講下香港電影，80、90年代係香港盛世，唔單止題材百花齊放，產量極高，更在東南亞市場具有舉足輕重嘅影響力。當時香港為全球第3大電影產地，每年出產過百部電影，什麼片種都有。強大嘅巨星陣容如周潤發、周星馳、成龍、張國榮、劉德華、張曼玉、梁朝偉等等巨星，極具票房號召力，令香港人驕傲嘅年代。講到呢個年代，仲有歌壇都係一樣好強勁。譚詠麟係橫跨時代嘅歌星，目前唯一一位喺1970年至2020年代橫跨6個年代都有冠軍歌曲嘅華人歌手。1984年至1987年期間，連續4屆奪得香港10大勁歌金曲最受歡迎男歌手獎。唯一與譚詠麟相提並論就係張國榮，當時史上稱為譚張爭霸。張國榮唱功細膩，音色磁性，更將視覺美學、前衛嘅舞台演繹得完美結合。女歌星梅艷芳係無可替代嘅樂壇大姐大，佢連續5屆1985年至1989年奪得最受歡迎女歌星獎，之後就有4大天王嘅出現。張學友係4大天王之首，唱功了得，仲有好多唱得之人。當時樂壇都係人才輩出，所以卡拉 OK 係好流行嘅玩意，好多人都喜歡同埋朋友去卡拉 OK 唱歌玩樂。講到電視圈都不容忽視，有好多有質量嘅電視劇同埋綜藝節目一樣都好受歡迎。以前香港係一個不夜天，好多行業都係通宵營業，有好多食宵夜嘅地方，戲院有午夜場睇，即係夜晚嘅11點半開場，就算幾夜條街都會有人。呢個就係以前嘅開心香港。現在已經年代變遷，係 AI 年代，全新嘅局面。你哋又覺得如何？對於未來又有咩感想？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喜歡呢條片請俾個 like 同埋訂閱，歡迎喺留言區留言講下感受。多謝大家。